好犀利。咁啊，見到第一組嘅選手啊，咁佢哋嘅個人最佳成績可以重點留意一下。最尾個彎係好大嘅，留意啦，就第二線咧，國家隊田裕善啦，佢報翻嚟就55秒正嘅啫。我覺得就唔止呢個數嘅，應該落得嚟跑就唔會55秒幾嘅。咁開跑咗啦。咁睇翻咧就徐永欣咧就喺外線咧就好快下喎，走甩咗少少嘅，但係埋邊第六線左右咧就應該係阿聯酋啊，頭先講過53秒，第七線嘅選手啊，53秒19嘅最好成績，已經捉到徐永欣啦，喳一聲就追上去就唔過住㗎啦，因為如果前兩名都入嘅，咁所以咧佢應該睇名次入㗎啦，唔會話再走得太快，留一留入直路再衝過。咁佢外線咧，斯里蘭卡運動員咧喺第八線咧就追上嚟，反而咧中國隊嘅選手咧就真係55到嘅啫喎，好後下喎。好，最後直路嘅時候，印度運動員喺埋邊咧又追翻上去，兩位選手咧就拍住㗎啦。咁大家你眼望我眼，又入到就算啦，唔好再加啦 ，keep 住就得啦。第三咧就應該係烏茲別克哈薩克嘅。哈薩克選手喎，第六線冇錯。阿聯酋選手54秒11首名衝線啊，收晒步翻去㗎啦。都見到400米係即係相對耐力啦，去到最後100米，大家都可能體力耗盡，肌耐力好乳酸出晒嚟嘅時候，點樣去捱埋最後嗰100米啊？佢呢個就唔係捱啦，體力係。但見到徐永欣好辛苦，因為第9線真係難走啊，仲埋咁快咧，俾佢追上嚟啊嘛。影響咗自己節奏嘅啫。第9線係真係好辛苦，你走到去200彎度頂咧，人哋就係867，你去走成180。